這個市區最近鳥鼠啊，哇，真鬧熱哦！足儕所在攏發現鳥鼠啊燒來燒去。即馬和中山區雙連捷運站附近的公園嘛，有民眾看到，而且是規陣鳥鼠啊走出來，敢若一個花圃就5、6隻鳥鼠佇遐。啊，附近的其實啊真鬧熱啊，有傳統的市場嘛，有病院。這鳥鼠啊遮濟，是毋是會發生公共衛生的問題咧？環保局就講啊，開始用藥啊咧甲偷，但是這一講啊。含這個市中部的民眾嘛，開始煩惱，萬一你也是看狗去附近，啊，若食到這毒，唔知要安怎。一隻鳥鼠佇咧公園的人行步道走來走去，當頭白日出現佇咧北市一份雙連站附近，這個畫面互真濟民眾看甲強要驚死。這裡有一個洞，啊，這裡有一個洞。他們如果好天氣，就常常出來運動會。來到雙連市場，飛開草坡，看到真濟鳥鼠坑，鳥鼠攏會密佇咧遮，三不五時佫會探頭出來看。這是遮附近民眾休困的所在，人來客去的市場，捷運站周邊，公共衛生敢真正清氣。現在只針對傳統市場跟攤集場來進行加強清消，所以環保局就粗糙的將這些老鼠藥丟在草叢裡面，丟在樹邊。那其實也沒有照他們自己所做的安全滅鼠守則來去進行。環保局講，若是接到通報，就會去處理。這是為雙連市場延伸到中山線型公園一帶，今日看花園草坡的所在，就能看到有人係用鳥鼠搖拍，都有民眾驚因島的寶貝動物會無勢力食落腹。因為主要是我也不知道他們會有放，所以真的不然吃到的話，就會是一個疑慮。如果是我們投報，我們都會比較針對一些比較隱蔽的一個區域哈。我們買的那個老鼠藥哈，因為有苦味劑，它會把它吐出來，尤其像毛小孩。為今年初北市大安區標漢頭病毒的個案，後續北市東園展覽中山區市場公園啊，嘛接連續出現鳥鼠佇咧湖邊亂走，要如何徹底消毒鳥鼠，和公部門攏頭殼莫咧燒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